哇！哇！係哇！勾咗係哇！Hello，大家過嚟個開箱實測，今日我哋開箱呢個巴哈姆特閃擊啊！哇，終於到咗貨啦！呢隻咁嘅巴哈姆特閃擊，呢隻嘢咧嘅來頭真係巴閉啊！呢隻嘢真係一盒難求。我見台灣嗰邊咧係癲到咧10點幾開門就即刻去搶啊！雖然香港都差唔多啊，呢隻嘢真係一盒難求。有嘅話真係即刻去買翻隻先。就講下呢隻陀螺先啦。今次呢隻咧係一隻 CX 嘅擴充陀螺嚟嘅。何謂擴充咧？就係咧原本嘅 CX 咧嘅膠咧係分上擊刃同下擊刃噶嘛。今次佢將上擊刃咧再分拆，將嚿膠同鐵徹底分離啦。呢嚿膠咧就叫超越刃啊。咁以後咧我就叫上面嗰個叫超越刃啦，跟住鐵同下擊刃嘅係啦。咁嘅話咧點分佢係擴充陀螺咧？只要見到呢個咁嘅標誌嘅話咧，就可以分辨到佢係擴充陀螺，因為 BX 同 UX 都會有擴充陀螺嘅，就係嗰隻彈丸絲袖同埋我哋嘅蒼龍突擊，係啦。所以咧擴充陀螺咧喺3個系列都會有嘅，而使用者咧就係我哋嘅黑穗日。今次佢配件都幾豪華，佢係有150同埋新嘅 I 底嘅，至於好唔好用咧就陣間就知㗎啦。我而家就馬上開箱。好啊，開完箱翻嚟啦，就係呢一隻巴哈姆特閃擊。哇！呢隻嘢真係好型好靚，我拆開俾大家睇下先。首先就係一個龍王嘅紋章啦，一個普通龍王紋章嚟嘅啫。跟住咧就係新規零件啊，我哋俗稱嘅超越刃啊，官方叫佢做超越刃。係啦，呢隻陀螺咧佢有5塊刀刃嘅，但係咧大家可以見到頂頭呢塊係大塊啲嘅。所以咧，佢呢個係少少偏重心啦，偏呢個頂頭位。所以咧，有陣時佢呢隻嘢係可以切換形態。點解我咁講咧？因為你睇埋個鐵就知㗎啦。嚿鐵咧就係我哋嘅閃擊部分啦。今次呢個超越刃咧有個英文名嘅，呢個叫 B， 係啦。跟住輪到鐵嘅部分啦。呢嚿鐵咧，大家以為粉紅色嘅話係橡膠啊，其實唔係，佢係純粹油咗油啫。佢呢塊刀刃咧，塗滿咗呢塊咧都係大塊啲嘅，跟住咧其餘5塊係細塊啲，但係睇翻背面咧，佢係挑空咗嘅，所以咧以前嗰嚟計咧，佢平均翻係差唔多嘅啫。其實呢就係下擊刃 K 啦，佢同樣咧呢塊刀刃都係實心嘅，其餘都係空心咗啦，所以咧呢塊都係偏重心嘅。官方咧係本來應該係諗住做好似 CX 大劍咁嘅效果啦，所以佢係追求一擊必殺嘅，佢都係追求一擊必殺。而且咧，佢呢塊刀刃咧，佢有3個切換位啦。因為咧，點樣裝上去咧？大家可以見到呢度3點突咗出嚟，有3點凹落去，跟住咧要對準咗3點，咁樣咧就係一塊完整嘅上擊刃啦。但係咧，如果裝下擊刃嗰陣時咧，最好咁樣裝咗先，再裝落去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好難裝上去。係啦，佢而家就有3種形態嘅，其實。第一種就係咁樣啦，對齊嘅。第二種咧，而家可能都有啲人用嘅，我見到就係將重嘅兩邊分開啦。第三種咧就好似九尾狐咁樣，都係偏少少嘅連擊刃啦。而且咧可以見到佢頂頭咧其實有個好大嘅勾位嘅，佢呢度咧有個好大嘅倒勾位，所以咧呢隻嘢嘅消耗一定好快，但係擊飛力一定唔會低。而且咧佢其他都有少少，但係最明顯係呢塊倒勾位，所以咧分分鐘呢隻嘢比我哋預想中係更加快消耗，所以而家仲有嘅話，建議買多幾隻。跟住就去到下擊刃嘅部分啦，下擊刃 K 啦，就裝埋上去啦，裝埋上去咧就全部對齊晒同一個位啦。咁嘅話咧就相對地咧個重心咧就偏去呢邊，咁嘅話個擊飛力咧就會喺呢度啦。係啦，而且咧都可以好似我啱先所講咁樣，佢有3個位可以調翻嘅。就自己睇大家自己點調重心啦，就組裝翻個紋章先。跟住咧就係呢塊全新嘅零件，低咗嘅160，即係俗稱嘅150。係啦，呢塊150咧，我見好多人都用噶啦，係我都會用嘅。其實好老實講句，不過咧，如果佢
我好驚佢中間呢個位咧，如果多啲有加粗嘅軸心就話唔驚啫，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咁裝 FB 啊，裝其他嗰啲咧，我係有少少驚嘅，所以咧呢塊咧就要再睇下先，同埋咧呢塊嘢我見有啲人啱啱落場玩咗一兩鋪咧，個邊位已經白發晒㗎啦，所以咧呢塊都應該係消耗品嚟嘅，所以咧我覺得要成隻買過，所以訂多幾隻係啱嘅。我而家都諗住，如果有嘅話，都即刻買多幾隻。係啊，而且對準咗150嘅話咧，佢4塊刀刃都係對準埋同一個位嘅，所以咧都係一個4重衝擊嚟嘅呢個。跟住仲深挨底啊，佢挨底今次嘅高度咧係同我哋嘅 UFUN 係一樣高嘅，所以咧呢個都係揀坐低咗㗎啦。因為咧你成隻龍王其實好高㗎，係啦，如果你唔坐低翻嘅話，根本係對唔翻齊。係啦，而且咧。佢中間嗰個圓圈位咧係凹咗入去嘅，所以跑外圍咧就同我之前整嗰個一樣，係靠外圍嘅埲牆去跑嘅。呢隻零件應該對重嘅陀可能會跑快啲相對，但係如果對輕嘅話，分鐘極易暴走嘅。係啦，我之前都整過呢隻巴哈姆特閃擊嘅魔改還原嘅，未睇過可以點翻入上翻睇翻啊！遲啲可能有一集係講對戰嘅，佢係兩個互相對戰。唔知實際對戰係點啊？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或者中意巴哈姆特閃擊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仲要訂 share 埋出去咁啊！更加多呢類巴哈姆特閃擊嘅片啊！我而家馬上開對戰。首先第一隻就係我哋嘅康龍勇者對巴哈姆特閃擊。3、2、1 go！ 哇！啲鐵牛啊，真係真係重大哥們，啲人就見1比0。3、2、1 go！ 哇！3、2、1 go！ 哇！打死！好，而家咧係龍王好啲喎，而家第三人3、2、1 好似。哇！終於有啊，係咁 counter 4比0，就係我哋嘅煉獄死神，仲有我哋嘅巴哈姆。第一場3、2、1好似。應該頂到啊！夠遲咯，你一定係死神。咦？會唔會喎？撞暈。係。第二場。好。3比0。1好似。哇！今次冇人敲唔上。今次冇人。今次輸少少啦，冇啱分，3比1。哇！龍王又中，係啊！真係撞唔開就冇意思。係啊。3比2，死神轉咗上下模式，3、2、1好似。喂，好彩又擋住，走咗，反勝。5比3，跟住就係我哋嘅魔道胡波對巴哈姆特閃擊。第一場3、2、1好似。啱到翻嚟。係。哇！2-0，2比0。精彩喎！3、2、1好似。係，夠唔夠啲？再嚟啦嚇！都係唔得，2比1 ，3、2、1好似。係之後型帶，夠力，係好型，但唔夠力。我哋嘅魔道都撞2比2 ，3、2、1好似。魔道打死。一開一個有，好在兩3比2 ，3、2、1好似。抽咗啊！胡光抽咗啊！聽到啊！4比3反勝，天馬軍列對巴哈姆特閃擊。
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加速嘅天馬，3比0，3、2、1，好出！手兩鋪，6-0，再打多鋪，冇理由嘅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哇！天馬合勢啊，黐線炒起！我哋嘅 Empire 威陀帝王八拳對我哋嘅巴哈姆特第一場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可以揸少少嘅，其實係比較對比，1比0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哇！爭少少，翻到嚟。40 gram 都我唔開33 gram，都我唔開37 gram，真係2比0，3、2、1，好出！終於攞翻少少分啦，2比2，跟住而家係高模式，3、2、1，好出！Fast finish 4比2，恭喜晒巴哈姆特！係時鐘幽景對巴哈姆特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哇！翻到嚟，好靚，2-0，3、2、1，好出！一個好靚嘅 counter， 擊爆4比0，跟住就係天陽光世對巴哈姆特。佢而家第一波係紅太陽順印低模式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好，3比0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好爆啊！靚抽3比2，而家係藍太陽逆印高模式，3、2、1，好出！鋪翻少少力係好啲嘅。係啊，5比5，可以5比2。係5比2。我哋有木乃伊啊，舉就木乃伊對巴哈姆特，3、2、1，好出！爭啲劈唔啱。1比0，3、2、1，好出！飆起實，哇！Fast finish，2比1，3、2、1，好出！食晒力啊，冇力啊！2比2，3、2、1，好出！轉天轉翻即刻冇事啦，3比2，3、2、1，好出！好似係木乃伊先，木乃伊先，5比2。好啦，我哋對就玩到呢度啦。唔知大家覺得呢一隻巴哈姆特閃擊點啊？我呢隻巴哈姆特閃擊咧，講下佢上邊先。就佢超越印搭呢塊鐵係 OK 嘅，不過咧其實佢啲倒鈎咧，因為我已經打到蝕晒㗎，所以呢個係一隻消耗品嚟嘅。而且咧可以見到我呢塊又還好咧，因為我見到有啲人咧，佢用呢塊嘢咧係白化晒，同埋有條白邊喺度，所以咧呢隻消耗品嚟嘅，我覺得可以買多幾隻。買多幾隻嘅話，防身看門口都好啲。係啦，跟住就係嚟到150嘅部分。150咧還好嘅，我覺得可以用。可能你擺個鯊魚會好啲，搭 H 啊嗰啲咁樣會好啲。我就落木乃伊嘅，因為我中意用木乃伊。係啦，我木乃伊用1嘅，所以我木乃伊係 OK 嘅。少少鬆，所以我配木乃伊。木乃伊有少少防爆，所以係好啲嘅。跟住就係最尾嘅 I 底啊 ，I 底咧衝得好快，呢個係真嘅，衝得好快。
係啦，所以咧要配合翻陀螺本身嘅重心啦，所以我覺得呢隻嘢咧係可以，絕對係一盒難求，抵佢係一盒難求嘅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呢隻嘢如果真係見到可以買多幾隻，其實真係可以。呢個挨底咧其實可以用嘅，只要再調下就可以噶啦，係啦。唔知大家點可以跟住下咗先，中意記得俾個 like，要埋留言啊，記得訂閱同埋點解下次中意點算啊，share 俾我哋下集見，拜。